好，来，乡亲继续来看，今仔日是未解封的第一天。指挥中心来放宽着国内旅游的限制，开放9个人以下的国内旅游团会当来出团。早起出发的家人首发团只有4个人。本地是打算要予旅客离户外来野餐，但是这个景点园区也是爱挂翠暗，所以临时决定改到旅馆的客房来用餐。华联贸业者来推出着看海洋团，快乐来出棚。也毋过，这类真小型的旅游团限制是不止啊多，所以生理原来真歹做。到旅行社来分析，讲这个各地景点并毋是完全来解封，加上这个食饭的问题，对行程的安排嘛是一个大挑战。所以目前来问的人真多，但是实际来落订单的人真少。为了要看海洋，游客依照工作人员的指示，陆续上船。花莲的赏鲸船未解封的头一天嘛出棚，让人客去找海洋，感受到东部热情。国内游览有小可解封，台北无人找朋友做伙去家人佚佗。关了很多天了，然后想说出来，好不容易有微解封，然后出来走一走。量体温确定无问题才上车，这拢是国内9个人的游览团一定爱做的。未解封头一天，头一团要去家人的和平岛，敢若4个人客是朋友相招的，坐真开，冇开窗门，是讲若中昼长要安怎解决？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带着客人呢，领略我们台湾各地的美景。我们安排一个创意的方式，让客人呢可以轻松舒服的，在冷气房吃饭啊。所以呢，虽然增加了一些成本，但客人还是可以出去玩得很开心。中央规定讲，室内袂使超过5个人，所以讲袂少旅游业者规划时嘛拄着困难，爱考虑讲要去倒位食饭，加上各地景点也未完全的解封。心动了，想要做这样的安排，有这个打算，但是理智还是告诉我们，好像再看看吧，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的询问的多，但是真正马上决定出门的，他可能还要再看一下。未解封的头一天，虽然讲有人顺利出团，不过大部分的旅行社拢无做生意。就这款社团呢，对旅行业者来讲无啥帮助。伊愿期待真正解封迄一天，会使早一天来临。另外，要提醒乡亲，出国游览防疫措施千万唔通大意。